再來看這連接着新竹市區甲香山區的這個大橋，橋卡嘛，互業者來偷倒這建築廢棄物，而且呢，這情形是真嚴重。現場的本色是蹲甲那山同款，附近的民眾呢煩惱講，這恐驚是會危害着健康甲環境。原來新竹市府是表示講，已經掌握證據，即馬移送偵辦。現場滿滿攏是建築廢棄物，詳細甲看內底唔有柴枋、磚仔角以外，甚至連馬桶攏有。邊仔還有幾來個白色轆仔，內底嘛攏是裝潢廢棄物。這是新竹市香山景觀道路的橋卡，附近民眾講偷倒糞掃實在有夠失德，嚇死人了！你這樣子，那是不是都沒有公德心？怎麼會往那邊丟嘞？你看，整路都是啊，不要沒有人發現了。看到糞掃愈來愈多，民眾都驚除了會危害健康，嘛煩惱去影響附近的生態環境。新竹市環保局指出，在去年10月就已經進行調查，而且針對偷倒糞掃的車輛進行追查，依法移送相關單位偵辦。目前我們已經掌握了違法事證，並且正式將案件移送給檢警偵辦中，全力揪出背後的惡質業者。非法棄置不僅破壞景觀，更涉及環境污染與公共安全的疑慮。對於這類挑戰公權力的行為，新竹市政府絕不姑息寬待。環保局表示，除了會請人先來清除糞掃以外，未來會利用科技監控設備加強巡查，避免擱再發生破壞環境的代誌。記者杜君豪，新竹報道。